OK， 好，袂歹，安尼我会当来录音吼。啊，过来这边我来甲拍开我的 Google Drive 内底1923北部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的历史。咱顶回读到倒位啊？读到，等下我甲放较大，即马目睭无介好啊吼，老花，个近视。顶回咱读到讲，这个台湾人认为讲食这纸饭用土炭去煮，毋是土炭，是讲用啥物？敢若是土炭还是？有人入来吼，欢迎你，我拢欢迎恁起来啦吼啊！我要安怎甲你加入去？歹势，我实在是无解释。invite to speak 吼，你若有兴趣，你就起来。当然无一定讲你一定爱讲什么话啦吼。顶头迄个 link 你再甲点落，你就当看到原文吼。我要读的这本书的原文是1923年北部长老教会历史，是白话字版，所以你若完全无白话字基础，当然你是看无，但是看无你听有会当来听看卖啊吼。那顶回咱读到福建人的装拍写台当时的风俗计带聘金，顶回差不多读到遮吼，第2页尔吼。其实咱才拄则开始，顶回我是其实嘛是算你迄个海星事件吼，就是试验我即个配信吼，即个试验我伫。不论伫即个 Clubhouse 的放上，看是毋是？其实我就是咧学尔吼，我即嘛搁咧学，因为我无解释。好，你点开个 link 第2页，阮顶回是读到差不多一个位啊吼。咱对这第2页这第1段开始读起哦，就是等到这3纸甲跳去吼。当时的风俗，你若要讲话吼，你若有啥物问题，当随时提出来问啦吼，当甲拍断袂要紧。做你甲设定甲问，还是讲需要我倒位稍等一下，啥会使吼？当时的风俗价带聘金第1做120块吼。顶我是讲着讲，若要去台南府城考迄个府试吼，是爱开偌济钱？讲要开80块。爱讲迄当中价带吼。这个第2段是开始讲当时的风俗价带聘金第1做吼，第1做是120块，第1做就好野人啊吼，差不多第1做嘛吼。所以你去考一道试爱开80块，咱安尼讲啦吼，好野人算聘金120万吼，即码当然，即码大概是即码价带可能无啥物人哩，我毋知吼，应该聘金较无人哩，聘金咱算120万吼，迄当阵聘金算好野人聘金120万。结果你去考一道府试吼，就是要考公务人员吼，府试当然去考府试已经毋是一般基层公务人员吼，一定会当去中央上班啊吼，会当去北京，就是进士，即个阶层的吼。你要去考即个府试，要开80万，安尼理解吼。所以这是顶一段有讲的吼，这毋是一般人就考会起吼。顶一段有讲起，咱即马小大概讲者吼，讲你都要先经过即个县市，就是在你所在迄个县吼，当然迄当阵即100年前嘛吼，迄当阵大清帝国时代。歹势，伊即马讲的毋是大清帝国时代，伊讲的是搁较早。伊这毋是100年前吼，伊讲的是搁较100年前，搁较早以前大清帝国时代吼，讲你若要考县试吼。啥物你着要家己本县，比如讲，迄当阵迄当阵分几个县，我嘛无啥会记吼。比如讲，竹产迄当阵是淡水县吼，淡水厅啦吼。你若伫遮考县试，着爱考，我袂记考几遍啦吼，考5遍还是几遍吼？考了，再搁去府试，
原来是连试5场吼，入场试验，比如讲若800人到落马场吼，剩100人，啊，着个即拄则讲的是悬市吼，悬市去5场吼，比如讲100人、800人就杀掉700人，剩100人尔。啊，你若要搁去台南考复试，由原先考5场，5场考了后，到发表就搁较少人吼，当然就是搁较少人吼。也着搁计倒台试考5场吼，所以你看前5场、中5场、后上落尾搁5场吼，倒台要搁甲你试5场。啊，若有及第吼，就是进秀才吼，安尼才秀才吼。啊，全台湾15名，平埔1名，汉人14名吼，安尼15个秀才啊，所以这就是去台南考复试吼，伊讲敢若这爱开80块银啦吼。我咱继续来读第2段。当时的风俗计出聘金第一做是120块银，就计装真多啊！吼，按着计装真多。离言的事是真少。那生查某囝，人较唔爱，有人拍死哦。这毋是后壁讲的吼。我伫咧读我会记是读对什么人的。迄个当我即马一时啊甲袂记吼，就是进前真有名，叫做什么毕吉林吼，伫咧迄个进前伫咧公司台有一个一出戏，迄出戏叫啥？我一时袂记。斯卡罗吼，内底有一个外国人叫做毕吉林吼，我看伊写的游记吼，台湾的游记。啊？歹势你讲。Sunny，歹势你拄则是还是你无？你好，我拢会听。有听就好，有听就好。袂要紧，袂要紧，做你听吼。我看嘛，即马9:16分，我可能是差不多1点钟啦吼。咱是讲我一礼拜再读一遍尔，无定2点钟，看心情吼。你好，老师你好。我毋是老师。秀基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拄则有在讲，我毋知影即马会使这我朋友是，对，若有人吼，则麻烦你甲我通知一下，袂要紧。我要安怎甲你改做 moderator 啊？我是。网络声音会登一个。我的声音会登一个哦。这2个到这边怎改？拍一个就好。是，欢迎吼。秀智。歹势吼，我声音会长安尼。即马较好无？可能是我信号无介好。我。拄则有在听，搁较真精彩咯。歹势吼，我声音拄则敢会长安尼。你拄则声音做好势。好。突然间无讲话，我就想讲，是我网络断去啊，啥咯？袂要紧嘿，感谢你甲我提醒吼。咱继续读吼。拄则我讲，我就无爱搁重复啊。当时的风俗计出聘金第一做120块银吼，这毋是干那100年，这是1923年历史，但是迄当阵写的是你讲搁较早的历史吼，大清国的时代吼，就计装真多，离言的事是真少。那生查某囝人较毋爱，有人拍死吼。我拄则讲看到遮，我就想起讲，我较早捌伫咧毕吉林伊会写游记吼，伊来台湾佚佗的时阵，嘛是讲佚佗啦。伊咧迄当阵来台湾食头路，所写的一寡记事吼，内底我印象足深的。伊讲起讲台湾人一个足歹的、足恐怖的习惯吼，足恐怖的风俗，就是杀查某囝。这毋是讲而且伊佫强调，毋是善恰人、善食人、善良人才杀查某囝吼，是。只要生查某囝，就有可能要甲
都市吼，伊讲的是应该是都市，就是摕去用水都市啊。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查甫生查甫的才有效，是查某囝别人的，我无必要饲别人的查某囝，我无迄个必要。哦，所以连好野人嘛，有可能会甲查某囝生出来就摕去都市吼。伊要生查甫，伊无生查某。啊，这种方式足恐怖的，所以毕吉林特别写落来吼，伊有写伊当然一开始嘛，讲认为讲是毋是大家饲袂起查某囝，后来伊伫咧伊记者的人当中发现讲，哇，好野人竟然伊厝的毋是什么欠用的人，结果哪杀查某囝吼，所以会惊一个吼。OK， 所以即只讲若生查某囝，人甲人较毋爱，有人拍死吼，就是一句确实是真吼。至少我伫另外一本资料都捌看到了吼。迄时产业买啊，我就补充一下，毕吉林毋是伊无算教会系统的人吼。我今麦读的这本是教会系统出版的字，但是毕吉林本身毋是，伊是算生理人吼，所以伊无必要专工为着要讲台湾人的歹话去写迄种代志吼。咱以后有机会再来看，再来讨论毕吉林迄当所经历的台湾代志吼。迄时咱继续读，迄时产业买卖钱银照用，毋免经过官府，简单双边砖头啊拄好。双边用砖头啊拄好，拄好就是做记号啦吼。著作吼，台语是安尼读的吼，拄好。甲一个低电就稳当吼，你要共借钱，毋免经过官，毋免经过官府。歹势吼，我的腔口是老全腔吼，我惯是讲经过，袂讲经过吼，嘛袂讲经过吼。所以迄当阵用砖头拄好吼，算借条啊，用摕一个写一张借条，砖头啊拄好啊，一个低电就稳当吼。低见就是见证人啦，吼，有一个人通低见，安尼就会使，就稳当。咱继续讨论。迄时无邮便局，官府有设走文书，迄时无邮便局吼，因为即当阵你写即本书的是1923年，就已经是日本时代吼，所以伊就甲 post office 叫做邮便局。伊讲伫咧。当然，伊讲的即马讲的，这是伫大清国的时代吼，官府设走文书，一个，我毋知算是职称啊，是讲敢若是一般普通的称呼，叫做走文书吼。卡白含蓝，名叫千里马吼，千里马我嘛毋知影是正式歌名还是吼，还是敢若是一个称呼安尼一般人。你叫的这个算绰号安尼，我毋知影是毋是。OK， 官府设走文书，卡白含蓝，名叫千里马。卡白含蓝就是卡白迄个亮亮亮的迄个玲珑桥的迄种叫做含蓝吼，名叫千里马。简单摕官家的文书吼，百姓拢无寄批的所在，也无电报，无电话。无电火，吼 ，OK， 伊讲的这种物件，当然是伫日本时代才出现的吼。才有这物件，无伊嘛无可能写会出来。这个什么叫做电报，什么叫电话，什么叫电火，吼。伊写会出来，表示伊迄当阵就已经知影有这种物件。我毋知，我毋敢讲伫1923年就已经，应该是有啦吼。迄当我记得，台湾有电力是足早的代志，吼，所以伊即寡电报、电话、电火，可能迄当阵伫台北拢已经有啊，吼。草油也少，是点稀油，是点稀油吼。歹势毋是草油，草油吼，草油也少，是点稀油。虾菜也少少，是用虾椒，哦，是用虾椒吼。蛇草较侪吼。讲迄当阵的人的生活吼，较罕咧用较罕咧用草油，拢点虾油吼。其实草油是啥物件？我无解清楚吼。一般其实
我无咧赶时间，我拢会用大理大书店来查一下，即个到底是啥物件吼？稍等下吼，我来查一下大理大书店。我就推荐大家用大理大书店啦吼。你若有拄着台语有啥物疑问的吼，伫个任何事类吼，你来大理大书店查，应该拢查得到吼。草油 CHHAU 草是第三声，油第五声 IU 第五声。草油伊大理大书店的解说吼是叫做石油、煤油。当然，这个解说汉字的部分是后来人写，大理大书店伊原文是日本字写的吼。伊原来有迄个伊的拼音系统是用迄个卡塔干呐，就是假名去拼音吼。伊有家己发明一套拼音系统，我无解熟迄套吼。我是拢用白话字去查吼。OK， 草油伊讲拄则伊解说讲叫做石油、煤油吼，这种物件伊讲叫真少哟。草油是真少。草油也少，当然迄当中应该是这种物件可能较用袂着，较无法度可能诚贵啦吼。草油有另外一个解说，叫做就是草油味啦吼。比如讲一碗菜真草油，或者是大理大书店内底的例句。我拄则讲到一半吼，大理大书店我真推荐，就是讲伊是日本时代中知影的人就你加减听啦吼。其实我嘛无甲知影伊的历史内底有落的所在，我无介清楚吼。就是这是日本总督府迄当阵因出钱吼，当然是请日本来的一个对语言学有兴趣，但是伊本身可能原来毋是讲专业的，但是伊就有兴趣来委托伊来编这本书典吼，名我已经袂记吼。所以这是日本时代所政府出钱吼，编的一本书典。你知影日本人做代志实在是足认真的吼，所以这本书典会当讲甲迄当阵所有伫台湾日本时代伫台湾拢所有人咧讲的所用到的词类吼，拢有收伫内底。当然伊是派足侪人去收集啦吼。所以当讲你的阿公阿祖会晓讲的台语内底，绝对是伫内底拢找得到。当然，大理大书店即嘛现代用词是无啦吼，这是咱即嘛即文，咱即个时代咱的政府的责任吼。咱对不起咱的家己本身的即个语言吼，咱对不起咱的阿祖阿公阿嬷吼。OK， 所以为虾米我就推荐大家讲，你若有拄着啥物事类吼，袂晓讲，还是袂晓写吼，你拢会当来大理大书店在遮找。当然你爱知影要怎用罗马尼拼音啦吼，这我都找到。你嘛会当用华语词吼，比如讲这个我实在是足罕咧讲台语即嘛已经袂记吼，你当用华语词去找到迄个对应的台语的讲法吼。另外一个，像我讲另外一个网站叫做找台语吼，找台语找台语啦吼，我是讲找台语。嘛是会当安尼找台语是甲所有伫网络顶的迄个台语文的迄个字典书典拢甲汇集起来吼。好，咱讲到遮，咱继续读咧吼。讲到迄当阵的生活，草油也少是点稀油。稀油是啥物呢？拄则讲石油，草油是石油，稀油是啥？我查一下吼，稀油应该是石油油啦吼，我相信。嘿，大理大书店 ，OK， 找稀油找得到吼。有时Q 口差的关系，你就要用另外一个 Q 口去找吼。但是大理大书店主要是收泉州 Q 啦，所以用泉州 Q 找着。伊解说讲稀油就是土豆油、丁油啊，丁油咱知嘛，就是用来点灯的嘛吼，就是伊解说是土豆油吼。我要share我的 screen 才袂记，因为我另外讲即个时阵，我那伫录影啦吼。我打算我要甲录起来，互大家有机会斗阵来读吼。我煞袂记录即个
screen 吼。草油也少是点虾油，虾擦也少是用虾椒蛇草较侪吼，拄则有读过，但是即摆佫重读一遍吼。讲虾擦也少啦吼，虾擦就是虾擦啦吼，歹势我读迄个腔调读无对，虾擦就是火柴啦吼 ，match 也少是用虾椒啊个蛇草来较侪吼，蛇草就是蛇草的草籽啦吼。我小查一下吼，草籽应该是草纸，为什么伊叫做蛇草吼？这是我等于是甲我平常时咧读大句子、读白话字文献的方式伫遮，佮招大家来斗阵安尼吼，所以请大家原谅我，大家读的即个惯势吼，我拄着袂晓的词，我就随查吼，蛇草。啊！你若有开顶头迄个拼迄个 link， 你就会当看第2页吼。我即摆咧读的就是第2页。蛇草，蛇是第5，蛇是 CHOA 第5声啊，第8声，草是 CHHOH 第8声。我咧读到底对啊毋对？我写 CHHO 无 H，CHHO 尔，袂留无 H， 第8声。哇！大字大字典无蛇草哦，我写毋对，声调拍毋对。蛇是第2声，草是第2声哈。蛇草伊的汉字就是蛇草哈，就是 paper 啊，straw paper 哈，就是蛇草。纸草吼，伊解说是讲粗纸卷起来要引火用的，即个叫做蛇草吼。所以当阵你用来引火的这个纸就是蛇草吼，叫蛇草。啊，有例句叫做蛇草讲，蛇草讲熄火用的插销，就是你蛇草的讲用来要甲火用的熄吼，叫做蛇草讲。啊，这种物件即马即个时代已经无啊啦吼。你即马连用纸来引火，一般人较无安尼做。但是纸引火即个动作吼，当然咱会知啦吼。无伊真正你生活中你用着是要安怎叫迄个物件，就是叫纸，但是纸草就是特殊的用途，就是用来引火用吼。纸草。OK， 所以什么是少少？虾擦也少是用虾椒啊甲蛇草较侪。虽然有涂炭，人毋敢煮饭，讲涂炭煮饭食较冷哦。这个我顶回开这个 Clubhouse 的时候，就是读到遮哈。啊，顶回我记得敢若嘛一个听众，啊，伊甚至就拢我袂晓邀请伊起来和我来开讲啥，我袂晓。啊，伊到底有听无我嘛毋知吼。啊，顶回就读到遮。讲即个大清国时代台湾人的生活，差不多拄则讲的安尼吼。啊，即个读到遮即句足趣味吼，讲台湾人煮饭吼，毋敢用涂炭。虽然有涂炭，但是一般人煮饭毋敢用涂炭，讲用涂炭煮饭食起来较冷吼。啊，这什么原因吼？我相信。即马你若有迄个时代人较90几岁以上，你甲问看看有印象。好，来后一段咱继续读落吼。我拄则讲起啦，讲可能读1点钟、2点钟，拢有可能啊，看心情啊。各位当然无勉强你讲一定爱和我斗阵来读书读遮久吼。有钱人的砖头是用铜甲银，第一套是台南绿金的 ，OK， 你台南人毋知捌听过吼？台南绿金的所用平常的布是青布、乌布。青布是青布是啥物件？我等下查一下吼。乌布、紫花布、花仔布，花仔布真少哦。OK。咱搁重读一遍吼，想煞来理解这段咧讲啥？伊讲，富人人的砖头是
用铜甲银吼，砖塔就是咱即马讲的，就是砖塔你若写做汉字就是装饰吼，砖塔就是打扮啦吼，西装打扮叫做砖塔，砖塔是用铜甲银吼，迄当阵西装打扮用的配件就是铜甲银吼，无金，竟然无讲到金吼。哦，有啦，伊后壁讲第一号是台南绿金的吼，绿金这个词我捌查，捌查过啦，我袂记啊，咱就过来查一遍，叫做绿金 ，LEK 第8声，金第1声，绿金的解释叫做镀金啦，吼，所以毋是真正金啦，吼。稍等下吼，我看卖啊，我看一下。一般吼，查大理大书店其实一定爱去现一个原文的迄个 scan 落来迄个版本吼，就是用日语写迄个本文吼，因为伊迄个中文版的翻译啥各方面其实因为迄第一人力少嘛，足少人参与即个翻译的工课，就家己私人做吼，这是出伫个一个。爱台语的心多吼，所以人力足少的嘛，所以伊的翻译啥各方面有时啊会较老错一点吼，较无遐尼精确吼，有时啊会混唔对，所以一定要看一下日本人本文是安怎写吼，原文是安怎写。日金镀金的吼是安尼写无唔对啦吼，没起思路。我就是伫咧读这个时阵，我才发觉讲，我一定要甲日本小学一下吼，无实在是有时啊看无。OK， 咱转来这个1923年这个北部教会历史本文讲，迄当时的砖塔是用铜甲银吼，无金哦。第一号是台南绿金的，上好的就是搁镀一顶。金啦吼，镀金啦，毋是真正啊。当然镀金嘛是真正，迄顶嘛是真正金，但是本身毋是规道好好的真正金啦吼，是绿金，所以绿金就是镀金的意思。啊，因迄当阵所用平常的布，就是一般平常时你穿的布啦吼，是青布、乌布、漆灰布这3种吼。我毋知啥物叫青布，我小查一下大理大书店啥物叫青布。大理大书店，CHIN CHIN 的2声 CHIN 的2声，布 POU 的3声，青布，漳州腔叫青布青布，歹势，因为我老泉腔，所以我。变调我袂晓，漳州腔变调我无啥会晓，漳州腔变调哪？青。歹势是第几啊啦？哦，第2啊，歹势你只要有啥物问题，随时甲确定袂要紧哈。你若点，我当做你拢知影。青布吼。我即马读到倒位，我甲你讲，我即马读到倒位吼，你对尾流啊算起来，1、2、3、4、5、6，第6抓才有一个青布，尾流才有青布、乌布、紫灰布。这查某囝人家己爱，无看到布，有人拍死。无，你即马看的是顶一段我有读过吼。我讲的是你即对第2啊，第2啊，这2、3、4，袂上尾流算过来吼，这2、3、4，这2、3、4、5、6，第6抓，对下对算起来第6抓啦，你下对算起来。用平常的布。平常的布我找着啊，是安尼。
安尼你原来会当学白话字啦吼，无必要对 A、B、C 学起啦吼，其实你拢会晓讲啦，你只要定定听，我你读着以后你都会家己会晓读吼。是钱宝，钱宝吼，后壁迄个 CHI 啊，一个细细字啊 N 吼，伫个挂伫个顶头吼，这就是读片音吼。你若看咧挂一个细细字啊 N， 迄就是读片音。本来是七啦吼，你若今仔日无迄个细细字啊 N 吼 ，CHI 就读做七，啊挂一个 N 就读，就爱挂片音，就变青吼。本来是七变青。啊，这声调是第二调，第二声，所以变成磬。磬部呢，大理大词典的解说叫做磬纳色的部，哦，因为汉字写汉字是浅部哈，磬就是浅嘛哈，所以将军 Q 读做青部哦，OK， 这个汉字用了我看没关系哈，磬部就是就浅的。浅色的布啦哈，等下我找一下大理大词典，大理大词典啊，大理大词典，你若有兴趣，再家己去 Google 大理大词典，就一定找到。钱布，钱布伫倒位啊？咱无看。哦，有钱布，大理大词典的解说哈，原文的解说，浅苍色的布，苍啊色啦哈，所以这个中文的解说，我感觉无介准哈。浅蓝色应该毋是蓝色哈。那台湾人这个青色蓝色分袂介清楚，因为有时就是青色蓝色、青蓝色、绿色啦哈。台湾的蓝色，青色有时是绿色哈，青色蓝色。所以这个浅蓝色的布叫做青布，啊，另外后边乌布就免讲啊哈。紫花布哦，紫色的花布，紫花布咱查一下啊，紫花布敢无算紫花啊布？紫花布，紫 CHI 第二声，花 HOE 第一声，紫花我看紫花布。OK， 大理大词典有收紫花布吼，伊讲是黄味的棉布，或者是蓝镜布，带黄味的布吼，黄味的棉布，或者是蓝镜布，叫做紫花布。我甲伊的原文小读一下吼，原文是汉字写讲黄色的棉布，或者是蓝镜布吼，这个蓝镜布真趣味吼，我从来捌听过吼。特别用这个地名叫做和这个布叫做紫花布，小等下我来查一下 Google 看找到的紫花布啊，甲蓝镜布。这算芳一个吼，专有词吼。我以为迄是一点都实在看袂出来，迄个布，我想讲哪会拍袂出来。哦，对对，布。伊个黑点布，无爆，我想讲这是啥？伊印刷无介好啦吼，所以啊，一般这个台语的乌甲，这个罗马字的这个乌字呢，伫台语有两种发音方式，啊用一个乌点来分别吼。咱台语有甲乌嘛吼，这两个音啊，就是无乌点，乌就是一点乌安尼吼，所以就是。有看一点读做乌，无一点读做比如讲蚵啊啦，吼，蚵佬啦，吼，这拢是无点的。和平啦，吼，稻草啦，吼，草脱，稻脱啦，吼，这拢是啊，乌布就是一点乌布 ，OK。紫花布是拄则讲到紫花布，我咧 Google 啥物叫紫花布，我看查会到，我咧 Google 真正阁有咧，有紫花布。但是啥物叫紫花布？参考尔吼，咱来查一下蓝镜布，因为你若伫个西那林因百度百科内底有，有收紫花布。
伊解说是古早时代的棉质的吼，用棉去织的棉布啦，古早时代的棉布就对啦吼，叫做机会布啊，咱就查一个南京，我看是伊有先煞解说讲是毋是叫做南京布。无，安尼我来查一下南京布。哦，真正有呢。这是对一个这是我即么早即个网站是叫做 Medium 吼 ，Medium 是就那敢若较早 blog 迄种网站相款，啊有人写一篇专门介绍南京布的外销。南京布是英语汉译的名，英语汉译南京南京，英语安怎讲？有写出处吼。有关中国棉布史研究较重要著作有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吼，我这面头看伫了有写一堆哇，真三四本哦，参考资内底可能会写讲这个名是安怎来吼。但是主经研究主要是中国的国内市场里，毋是国际市场，所以主要是对南京布名称的科学等等看法。哦，英文称 Nanking Cloth， 嘛写做 Nanking N-A-N-K-E-E-N 哈，这是南京布。一名的名称是其来中国经商的西方人，这种布以南京做名，但是无主产地南京。真正所谓南京土布是，或者是东印度公司所指定要买购买的一个棕色的土布，毋知是究竟出产伫倒一个地区，大约伫江南所上一带所织的一种机会布吼，江南啦吼，无一定是南京啦，但是迄当阵就叫伊南京布，就是江南所，我有听到边马文兄，我要安怎甲邀请起来？Invite to speak，OK。对，马文你好啊，马文今仔7点开房间，我好白哦，你讲听我还真袂记得你开房间哦。好啦，安尼。伊搁较早啦，伊搁较早开啦。哦。我无来看。OK，我只有录音啦哈，所以你真正有代志做你去无用了，今仔你再来听录音哈。OK， 我南京布。啊，我无录音嘛，我无录音嘛。啊，袂要紧，无录音，我另外。关起来啊！你甲录音关起来。啊是哦，我无拄好关起啊，歹势，我无解释啦。你会使搁顶开一解，安尼咱三个就讲好，讲等下你来买单。安尼吼。拢会当来看你。毋免啦，我有用迄个电脑录音，我则摕起哩，我则link则搁互恁知吼，你就使去看迄个link。啊，当然，我陪我读书是足忝的代志吼，陪我读书是足忝的代志。你看，拄则我安尼读法吼，可能敢若即个机会布，我能读要10分钟啊，所以。可能我读书一夜透，莫讲一夜，可能一抓来读几工嘛有可能吼，因为我会读足侪物件伫内底吼。好，咱转来到拄则读的第2页，马伟你若有兴趣吼，顶头迄个拼 link 第2页内底吼，即满阮读到第2页的上落尾这段吼，应该算尾2段啦吼，讲到迄当阵富人人的砖塔是用铜甲银。啊，第1套是台南绿金的吼，就是迄个砖塔吼，搁有绿金的才算第1号吼。啊，而且是伫台南吼，我毋知影为虾米讲特别讲起伫台南，但是这想会到啦吼。因迄当阵伊讲的这是虽然1923写，但是写的是伫清朝的时代的故事，台湾人的生活。迄当阵主要台湾的首府就是伫台南嘛吼，就那敢若讲即嘛上
上 high tech 的物件，可能你着要伫台北啊是啥，人才有机会去接触到吼。台南绿金，你当初所用平常的布是青布，青布拄则讲就是浅色的布吼，歹势浅色的布啦，咱即嘛讲浅吼，浅一下是浅吼。啊，乌布、纸花布，咱即嘛读个遮纸花布，纸花布拄则伫咧台理大书店有专工去查即个书吼，讲纸花布就是咱个定读吼，讲纸花布是黄色啊吼，即个米应该是写毋对吼，黄色的棉布吼，拄则咱拄则 Google 嘛查讲专门讲即个纸花布还是南京布吼。伊的另外纸花布伫另外一个名叫做南京布，是棉吼，用棉去做布，棉布啦吼，毋是麻，毋是其他吼，奶酪的拢毋是吼，一定爱是棉做的迄种布，而且可能是顶头有紫色的花草吼，去粘紫色的花草，毋是专纸，但是你若去 Google 会当看到一寡紫色的花。啊，即种布呢，伫即个，即马咱咧读即本书有提起，啊，你即马去 Google 嘛查会着吼。当然即应该是讲是中国迄边的吼，支那迄边的迄个网站才有遮尔详细解释吼。因为即马纺织伫台湾其实嘛已经无遮好啊吼，纺织的经过即个纺织的技术啥，国民拢刷去中国吼。好。啊，所以即方面的资料，你嘛当伫支那迄边的迄个网站甲看会着吼，咱这边是较看袂着。咱搁继续读咧吼，伊讲花仔布真少吼，拄则读遮侪布，其实拢是高一色的吼。你讲要讲花仔布，就是有年无共色的吼，是介真少啦吼，可能迄个工继续做吼，可能比较贵。好，咱拄则讲差不多读1点钟、2点钟拢有可能吼，看我本身。看心情，佮看我即个喙焦袂喙焦哈，随时可能会停落来。咱继续来个读落吼。马文，你若随时会当甲我切断吼，拄则若像Sunny讲的，若有啥物疑问吼，我会当甲切断。拄则我已经读一大摊去啊，结果Sunny才问我讲读对一页吼，安尼就足辛苦啊吼，敢若听我讲你足辛苦。好，咱第2页最后一段，咱继续来读落。传染病也真少，因为甲外国无甚物交通，只有肺病、吐瀉病、吐瀉病，当然要变调吐瀉病。咱来看一下这段是咧讲啥吼？传染病也真少，迄当中讲传染病真少，毋是台湾人卫生习惯好啦吼，是因为甲外国无甚物交通。我拄则讲台湾人卫生习惯无好，好啊无好吼，其实这爱需要个另外个定义一下吼，个详细讲，啥物叫做台湾人的卫生习惯好啊无好？第一点，伫1923年进前，伊即马讲的这个大清国时代台湾人，主要3种吼，对福建来，对着客人，相对叫做河洛人吼，讲台语的河洛人、客人甲平埔原住民，当然佫有山来饲番吼，歹听个饲番吼，食番饲番吼，对汉人来讲拢是番吼。OK， 这3种人。卫生习惯都完全无共啊吼，咱会使安尼讲，卫生习惯是无共啊，所以讲歹对一种歹法吼。我所知影是平埔人的卫生习惯足好的，吼。我当然即嘛讲袂出伫啥物文献哦，看一堆啊，当然无啥会记伫啥，但是因讲起吼讲，平埔番、平埔人因平埔番吼，当然平埔原住民因的卫生习惯足好，咱即嘛讲足伶俐啦吼。就爱清气，就爱整齐吼，就伶俐啦吼。OK， 若听无的书再甲我讲咧，有的书我是感觉足普通、足素常的，无必要搁解说吼。听无再甲问。OK 啊，所以
咱即马读的讲传染病也真少，因为甲外国无什么交通，吼、所以无机会去念着，去歹势，毋是念着去去学着啦，吼，去学着吼，去学着迄个传染病吼。伊嘛是讲有吼，伊虽然讲真少，但是后壁嘛是写一寡吼，只有肺病、吐瀉病。肺病咱拢知啦吼，有必要搁知。吐瀉病，肺炎嘛，肺病可能是肺炎啦，我嘛无解清楚吼，因为肺癆啦吼。但是肺癆个，等下咱来查一下肺病吼，应该有另外一个称呼，我即嘛一时仔袂记。我查一下大理大书店。肺 HI 第3声，病 PINN 第7声吼。因为迄个细字啊 n 挂伫个迄个角位啊，迄个片音 n 吼，你拍字拍袂出，要拍字的时阵就拍 n 就安尼，你就会当拍出来吼。肺病，肺病大理大书店的解说就是肺病吼，漳州腔肺病、肺病吼。肺病大理大书店的解说就是肺病，伊就是写讲这是对日本来啦吼。所以你若伫大理大书店，你看伊飘一个国字，国语的国啦吼，所以表示讲这是肺病是对国语来，对日本语来吼，伊当阵的日本语来。伊无另外解说，所以我毋知迄当阵日本人是安怎。我就是要看日本人安怎讲，安怎叫这个病吼。伊有迄个卡纳的解说，卡纳的飘音写做海表嘛是肺病尔，就是汉字的直接读法啦。我想讲伊的另外一个因本身的读对迄个外来语来迄个读音结果无。OK， 好，肺病，肺病一般应该就是讲肺癆啦。即我无解清楚，咱查一下肺癆，看查着。肺癆 LO 哦，即嘛即个 O 就是的音嘛吼，就是 LO 无一点吼。若有一点要拍字，要哪拍？你拍为迄点 O 拍袂出来，拍两个 O 就是一点吼。肺癆，大理大书店有收吼，肺癆伊的解说就是肺癆解说是啥？有时啊要伫个日本内底出一点辛苦，因为即个肺癆出着吼，伊写一个病字就是病名吼，就是伊嘛是伊解说就是肺病吼，海表或者是海涝 ，OK， 所以肺癆就是肺病吼，所以一般讲肺病、肺癆相关的物件。OK， 肺癆过来咧，读个对吐瀉病吼，咱即嘛无人安尼讲吼，当然看台我知影意思嘛，吐瀉病就是会吐会瀉，会落屎，吐瀉病，咱来看一下大理大书店的解说，吐 THO。马拉利亚是其中的，敢会吐瀉？我相信就是这啦吼。我是自细拢听到马拉利亚，当然马拉利亚是日语来的，吐瀉病是我伫白话字资料库内看会到，因为日本的部分我嘛是淡薄仔捌挂啦，所以要去找，也是讲看到卡那是勉强会使读出来，然後要去找其他的書店，就是算講加一個功夫就對。對。所以要請教現款，不敢。你即馬咧查迄個大日大書店是，因為即馬書店應該是真細嘛。OK， 我拄則有解說講為什麼我攏讀大理大書店吼。大理大書店在我心內，我心目中大理大書店是所有台語書店內底的經典吼，而且是。目前在我看来，佫是地位，伊的地位佫是第一名，上重要、上好、上你上爱。
一定爱去查一本词典。啊，当然伊无现代用词，但是伊有较早所有伊所收录的迄个词吼，会当讲伊讲迄当阵所用到白话，不管是白话文言，或者是拄则讲的国语内的词，伊拢收伫内底，所以是真丰富吼，真矫正啊。OK， 吐下边，吐下边竟然无收，我查无，顶头无写。无收吐下边，但是吼，即个查即个大理大词典有时啊一寡技巧，有时啊，因为其实我逐礼拜有含另外一个学生囡仔哩读迄个白话字文献吼，啊，阮有时啊斗阵查，有时啊伊查着我查袂着，因为伊用的技巧我袂晓，我都无查着。比如讲，你来用一寡wild card，wild card用青号、一缕花啦吼，去做wild card去测安尼。有时用无共的腔口去测，才测得到。有时你用汉字去测，有时用解水去测吼，才测得到安尼。吐下，我用汉字小测看看出。吐下，安尼看测。那当然，你可能即马手头无迄个。无电脑可能无方便吼。吐下边，大理大词典有收，但是伊毋是收做吐下边，伊收做吐下井，所以我用吐下这两字去查着吼。伊讲伊解释是，上吐，即种，伊即个华语安尼写，汉字安写我袂晓读吼。上吐下泻的便吼，迄个写，啥物叫做上吐下泻便吼？对，大句我都袂晓读啊吼。就是会吐会流的便啦吼，啊，伊另外解释是叫做霍乱吼，用汉字写吼，伊飘音叫做霍乱，但是你另外用一个音飘，有三个飘解说法吼，上吐下泻的便，霍乱甲可雷拉，就是拄则马文你是讲可雷拉吼？我感觉无电啊，有啊。我是听到是马拉利亚。哦，马拉利亚，马拉利亚是我袂记啊，伊拢是细汉是阮爸有咧讲的，较早，敢若是马拉利亚要安怎处理，就是讲用姜煎到熟伫较只片有安尼。哦，安尼哦。啊，当然迄是偏远啦，啊马啊，当然。现代就拢向现代医学去处理啊。马拉利亚大陆嘛已经消灭了，我咧想。马拉利亚吼，咱来找一个马拉利亚吐下边，伊是讲叫做可雷拉。我记得我嘛当然我嘛听过阮爸讲过，但是我袂记得伊是讲可雷拉还是马拉利亚。大理大词典的解释真趣味吼，来我伊写汉字的解说吼，吐下井、吐下边，啊，伊嘛那汉字写霍乱吼，霍乱啊，迄个可雷拉伊嘛是用汉字写，用卡那飘音，汉字写做啥？霍烈拉吼，拉就是拉，即嘛人较袂晓写吼，就是那敢若刺吼，虎烈刺啦，当然迄个刺毋是刺吼，是拉，就是伊毋是刺吼，刺甲拉写法无共吼，刺啦吼，迄个可雷拉伊是写汉字用汉字写吼，啊有飘迄个可罗里还是可雷拉吼，飘即个音。啊，咱来查拄则你讲马拉利亚毋知要安怎测吼，我想看觅啊。那用白话字测，毋知测着诶。马拉，安尼测应该是足好测诶，反正迄声调我袂晓飘。我想看觅，咱或者是我先来测一个啊。日本人即马马拉利亚诶写法吼，我用假名去测一个马拉
马拉利亚。OK， 马拉利亚哈，伫日本，我用日本找日本的书店哈，马拉利亚有收哈，叫做伊的英文名叫做 malaria。malaria 英语什么意思啊？我煞袂记。迄种的伊是讲疟疾啦。哦，对，疟疾就是马拉利亚。疟疾是放定啊，你应该就毋是拄则讲的迄个吐瀉症，吐瀉症敢若是属于，敢若吐瀉症就是会吐嘛，会瀉会流嘛，吼，所以就是霍乱。伊是食的物件对喙入去的，对，造成的一寡胃肠的毛病就对啊，甲马拉利亚无共款，马拉利亚是叫放定的，所以马拉利亚甲吐瀉症应该是完全无共。无共，我拄查伊迄个，因为我是查迄个找台语啦，找台语嘛是算讲互做有高本书店的资料嘛。对。啊，拄则因为我用拍台语咧拍拼音，所以拍台语内底有吐瀉症，吐瀉症。无看到台语大书店有收，即个马拉利亚伫迄个，伊遮我看的是哦，做2016年 Plus 的爱台语华台对调店内底有收马拉利亚，伊个华文是啥？歹势，小等者，我咱来开一下找台语。其实找台语我嘛定下咧用啦吼，只是我等下吼，歹势，你拄则讲到对。无，我就讲迄个马拉利亚尔，找迄个，我是用找台语去找遐个字嘛。拄则我找是马拉利亚找着，毋过吐瀉症，甲找吐瀉。你安怎找马拉利亚？伫找台语？伫找台语，你安怎找马拉利亚？就拍迄个拼音嘛，因为伊个马拉利亚就是免声调哟。拍台语的，敢若有自动声调出来，伊也有帮我辨认迄个前摆遐个字，我就看有甲我要讲的有成啊无成，有感觉有成，我就甲当做迄字安尼去查看卖啊。好，我查。所以目前马拉利亚就马就是第一条嘛，然后一个海文了，就拉甲字拢是用第二拉利亚拢是用第二条，伊目前收的是安尼。马拉利亚拢是第二条，刚刚嘛头一个是第一条尔。马拉利，好，安尼，我用马拉利测。OK， 伊是因为 TJ 北维修书店哈有收哈马拉利亚364啊，小等下我测一下364啊，我拄好食有吼。TJ 台语北维书店就是台语，TJ 是啥 ？TJ 是张如虹的名啦，吼 ，TJ 如虹嘛，嘿对，伊个姓张嘛 ，TIU 吼，张如虹，嘿对，所以张是伊的姓，J 是伊名的头一字叫如吼，张如虹，360，因为这有版权啊，这是所以伊毋敢甲伊收入去吼。你有实体就对啊。我有买一本啊，我手头有，所以我先直接摕来翕364啊，我看下。我念互你听吼，364呀，马拉利亚，像较现代书马拉利亚，不是马拉利亚，这本 TJ 就有收啦吼。我那这本我遮介意吼，马拉利亚伊的解说就是疟疾吼，伊敢若安尼写俩疟疾，伊无写别项吼。但是伊写这个字的来源吼，对意大利啊，就是意大利话吼，马拉利亚吼 ，MALARIA 转甲日本 NIP 嘛吼，伊写日本 NIP 开日本字的意思，马拉利亚 MARARIA 吼台语就用你拄则念的迄个拼音的方式，马拉利亚吼。这是疟疾啊，哈，疟疾就是当然是华语的讲读法啦，但是汉字当然汉字咱嘛是会当找吼，你若伫找台语内底吼，高一字疟疾的疟，咱来找一下吼。汉文疟吼，其实我认为讲所有的汉字吼，咱拢爱学一下，看要安怎读法吼，较袂一寡人吼，有的人就无聊的，讲这字你要安怎读，你会晓。足奇怪啊！你著平常时你著毋捌你讲的话，你也我都提出来甲问。是，有
人就挑工会安尼。那敢若讲你袂晓读，你就少喊人讲，但个我拜托个，你若只搞，你若要读，我听我嘛。OK， 嘿，那不管啦，但是咱真正爱学起吼，就是汉字爱读法爱学起。玉笔吼，即个是读做玉，月字的念做玉吼，所以玉笔啦吼，你嘛会使安尼读吼，玉笔。1913年甘字典有收吼，甘字典吼，甘字典你若对甘字典有识，你就知，其实甘字典就是康熙大字大字典啦。康熙字典伊收的字就是拢对康熙字典来，所以足侪你即马无得用的字哦，甘字典拢有收，我教你安怎读吼。所以要甲考倒。我若手头有一只电脑，我是念无你听，哪有啥物好甲考？这有啥物意义啊？我就感觉个人是足够无聊。你问即个是啥物意义哦？台语要死啊！你问讲这我加讲哈。好，玉字伊的解说是列边寒热，就是大升寒后来咧列边吼。所以列寒热敢若古即字的意思，玉字吼。玉胎吼，就是毋知玉胎就是意思就是讲，你着即个边吼，顶就是硬到吼，就是大理大书店嘛有收即个玉字吼。嘿，因为我拍伫找台语内底拍玉迄个汉字，对，两本书店都有找出来。对，伊讲这是德语来吼，马拉利亚，拄则迄个 TJ 讲是意大利语来吼，但是这欧洲语然后就歹讲啊，对一个是先对一个后吼。我拄仔拍马拉利亚的迄个坎啊吼，喺 Wikipedia 内底有，也毋过伊就直接，因为我先拍坎啊嘛。是，小等下，拍坎啊咧 Google 找，Google 找伊就直接去迄个 Wikipedia。是，Wikipedia 伊原来敢若是英文的，然后可能伊算讲即马手机啊伊会自动翻译嘛，算讲你的目标语言是可要讲的中文，伊就直接。先翻做中文，你若无爱翻做中文，当然你就是甲伊留去原来嘛。所以伊顶个 Wikipedia 解说，伊就直接写疟字，然后后壁就写可要讲伊迄个做写几个英文字的马拉利亚嘛。第二个注解，第三个注解，然后伊就讲德语是安怎马拉利亚，英语是安那，然后伊就佫讲迄就是古早意大利语。古早意大利语就是。歹势，我甲你拍断者吼。你讲的是对一种版本的 Wikipedia， 我即摆咧看着，我无看到啊。你讲的，你讲的是。伊直接已经翻做中文啦。中文。原来是，因为我一拍马拉利亚的卡纳的时阵，伊先现英文的，现英文的可能我有设定啊，是安尼就直接翻做中文的啊。OK， 所以你看的是中文版的就对啦吼。中文语啦，汉语啊吼，我即马看到汉语啊，但是你是看到我看嘛，我无看到你讲历史吗？是啥倒位讲迄个名会安怎来？即个名来源。我就讲我是拍马拉利亚卡纳嘛，对无？我就去点伊的 Wikipedia。是。迄个表面我一开始是看到英文。点入去了。伊就直接转做中文啊。是。因为我是用电脑直接去查吼，可能无法度中片你拄则讲。好，但是你拄则讲的意思讲，伊迄个即个名算古早时代对意大利文来就对啦。伊是讲德文。到底是德国新还是意大利新的，我嘛毋知影。OK。意思就是叫做歹空气嘛，无好的空气。OK。啊，个尾啊，伊内容是讲，迄是叫做疟原虫引起的嘛。尾啊，咱知影可能就是因为放电啊，所以我要讲的现主是，你若要去非洲一寡国家，你就是要去注射。你若有需要去非洲出差的人，你台湾遮你就先注射就对了。预防射注落去，较免讲时到去到遐去用电，或是安怎感染着，迄镜头拢足严重的，甚至有可能会死人的。是。好。嘿啊，所以反正拄则就敢若咱转来文章的内容嘛，讲因为迄个时阵国际的交通无遐尼潮，无遐尼多，所以就较袂有遮个传染病。对。就敢若有
伊简单讲诶，敢若迄个气病、气病甲吐痧吐痧病安尼啊。即个吐痧病可乐啦吼，可乐啦其实是咱即马少年人讲爱讲台湾有护国神山吼，啊即马有护国神海吼，因为战争一拍了，才知影讲台湾海峡对台湾人是偌重要吼，有护国神海吼，啊即个可乐啦会当讲是护国神兵啊吼，迄当阵台湾人，迄当阵个日本人要来接受台湾的时候，敢若好这可乐啦抬死啊，才讲接一盘以上吼，战死的足少的，叫可乐啦。4倍吧。啊，病死的2500。哦，安尼哦，超过一半。OK， 这是护国神兵吼。迄个什么什么09青龙哟，什么系迄个哦，对，白白川江青龙吼，白白川江林古青龙。台中遐都画着啊，画着都不得了，就死伫遮啊。对，是可乐啦吼，还是可乐啦，不是马拉利亚吼，应该是可乐啦吼，应该不是马拉利亚，应该是可乐啦。应该是马拉咧，应该是可乐啦。嘿，好，咱继续来读吼，我甲一段咱继续来读吼。啊，感谢马文静，感谢你吼，有人安尼到读知识就。啊，所以你原来有点开即个白话字的这版本，你看到了吼。对，我看到你即马咧读的第2页后壁遮。好，看病拢是用汉药吼，所以咱即马讲中药，其实迄人较惯势讲名是个汉药吼。嘿，甲问卜 ，OK， 即个问卜吼，破病拢是用汉药甲问卜，西药少人敢食，西药少人敢食，吼，迄当中西药啊吼，但是少人敢食。其实，对，有可能有西药，因为西药的引进当然是和迄当阵的基督教有关系，吼，迄当阵当然是迄个来台湾传教的即个传教士，我记得是马雅国吼，我拄则一直讲起即个。拄则恁伫另外一个班含人开讲的时阵，讲起马雅国吼，应该是第一个来传教的即个传教士，来台湾传教士。啊，伊来的时阵就是靠吼，毋是敢若伊啦，后来足侪嘛是拢靠迄个算医学做宣教啦吼，共看病啦吼，开药啊啦吼，啊，用西药有诶足好用诶嘛吼，一用就是有效哦，所以。尤其是用抹的啦吼，迄种诶，大家较，你要叫伊食，可能迄当中你看，你也讲讲西药少人敢食，但是用抹的可能大家佫较会当接受，啊，有效诶嘛吼。所以就安尼用这来宣教来传福音吼，足好诶一个工具就对啦。好，拄则讲到破病拢是用汉药甲问卜吼，即个问卜吼，破病去问卜咯吼，无食。无看医生是去问卜吼，即个问卜，即个词我足熟嘅吼，因为阮阿公是，阮阿公是红头西公啦吼，徛倒头嘅。啊，阮迄庄头内底为伊的一间要安怎讲，就算道教的迄个段啦吼，阮是叫段啦吼，是叫姜，是叫段吼。安尼段是道教的。嘿。因的名叫段啊，所以迄个阮若讲你换即个段啊，差不多要暗时食暗顿的时阵吼，定定都有迄个段的人，就徛倒摆来阮兜。啊，阿伯啊，迄个人要问卜安尼吼，所以即句话我是定定听吼。人要问卜，就是要来问事啦吼，要来启动问事啊，问当然是无一定是破病啦吼，有任何的代志拢会使问吼。Okay. 你若无读出来，我想袂到是问卜，因为目前听到也是讲诶，写做白话字诶，我较常听到拢是阿弥陀佛迄个佛。啊，所以当然，因为毕竟这是算嘛外来语嘛，啊，你外来语就是无迄个音嘛，啊，无迄个音，你就是找一个较歪音诶嘛，所以1923年迄个时阵，伊就是问卜安尼啊。所以你读出来，我才有都联想着讲吼，伊是咧讲迄个，啊若无我敢若看我会看袂出来啊。对，啊，因为我自细汉就听人安尼讲，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足思想的事吼。问卜，对，问卜啊，即马讲起来感觉真奇怪吼。其实若无你问卜，拢是你问动机呢，你问卜吼，内底无卜啦吼。
但是就是安尼讲，叫做问卜。到呾即马嘛是阁有一寡迄个宗教的嘛是有啊，因为台湾目前有登记的哦，登记的差不多要到2万间吧。啊，无登记的就毋知影，啊，所以甚至到现主是阮即条行内底至少1、2、3、4、5凊彩点到5间，有可能就是迄个啥，有人有求啊，就会使去问的啊。所以较早咧讲，第一医生，第二卫兵嘛，就是讲哦，啥物人会使趁较侪钱嘛。即马近代即几年啊，拢开始讲哦做。第一开庙师，第二做兄弟，第三是武正弟啊。即摆时代经变是安尼啊。OK， 问卜你若去查即个大理大书店，其实是做台语吼，往那查有吼，大理大书店有收问卜，汉语就是问佛啦吼，问卜。解说吼，中文解说叫做透过动机做仪式来问神灵有关各项的祈愿吼，各项吼，毋是干那破病吼。拢会使来问卜吼，问事啊吼，问卜啊！我看一个真好。这个其实吼，大理大书店的收的原文吼，就是日本字的吼，这个所收的吼问卜吼，1、2、3、4、5、6、7、8纸吼，算一个真接用的词就对啦吼。我来读一下吼，当然我无读字句啊，我是甲小翻一下吼，甲因为汉字足侪，所以我读汉字就好。问卜神卜托宣见都是都去，就是甲神问代志就对啦吼。啊，伊写动机就是拄则念的迄挂啦吼，拄则念的我直接甲伊就是动机透过动机做仪式来问神灵有关各项的祈愿吼。就是问卜啊！哇，这实在是那会晓读字句，实在是精彩哦。又讲到徛倒头，就是我对头讲，那讲徛倒头哦，一种手法者兼哦，我这写落长吼，伊甲所有迄个整个这个仪式拢写出来吼。真的呢，袂少哦，袂少哦。动机是安怎啊？我日语无好到这个程度，你若有好程度，你会使甲我翻译一下嘛？讲乱。我有写汉字啊，有写汉字啊。讲乱的状态，汉语算喙的语语，就是讲意语吼，你即毋知安怎讲吼，就是细细滴啊，细细点嘛吼。徛倒头会当 ，OK， 伊差不多甲所有拢写出来了。怎么去跳啊？跳档啊？当去跳档细细点的时阵。徛倒头迄度做翻译就对啦吼，这个叫做问卜。对啊，所以就动机倒头啊，动机倒头是倒一哪？对，动机倒头吼。啊，这个叫做问卜啦吼，所以甲问卜写甲足清楚吼。因为啥物写甲足清楚？因为日本人毋知啥物叫问卜的吼。当然日本人有家己因的迄种道法啦吼，迄种因为家己的啦吼。问卜真趣味吼。好，咱继续来读吼。甲问卜就是破病拢是用汉药甲问卜，西药招人敢食，若是人客来有诶好礼，煞去买鸦片来请伊。OK， 这迄当阵鸦片粉吼，摕来做即个款待人客的物件吼，所以你讲无事件吼是无可能的吼，所以当鸦片粉足事件。这讲的是大清国时代，但是伫日本时代当然嘛是继续会使食鸦片吼。啊，我有去查我的迄个日本时代户口定本啊吼，户口簿。阮阿祖嘛是有食鸦片吼，顶头拢有注记讲，这有食鸦片，我记敢若写一个鸭字的款吼。对，有写一个鸭字的顶管。对啊，就是有食鸦片吼。啊，当然这毋是，我是自细汉就听阮时大咧开讲的，就讲啊，较早迄个某位祖公吼，食鸦片啊，甲迄个家伙食了。OK。消磨就多啊。OK， 所以那是人客来有诶好礼，煞去买
阿片来请伊吼。我最爱读这本，虽然我才读第3页吼，但是我最爱读这本1923年的这个基督教会历史吼。敢若看这是讲啊，人拢咧讲基督教，其实伊咧讲迄当阵台湾的代志讲足多吼。会当互咱对100年前，以前毋是敢若100年吼，100年前搁较早以前的台湾人的生活方式，台湾人的生活状况，会当就一个足明、足清楚、你若敢若伫你面前吼，表演互你看安尼吼，人来对看现现吼。这本资料伊的来源是伫对来。哦，这当然是1923年，伊当头前你若去看头书有讲吼，伊要庆祝算建教50周年，所以伊写这本历史书。啊，你讲譬如讲伊写即寡即代志，当然是迄当阵经过的人所写的吼，知影有即寡代志吼。啊，这伊也无去瞟讲伊的资料来源伊倒位反正就是迄当阵发生的代志安尼。哦，是讲现主是即个 PDF 的来源。PDF 我已经袂记咧，啥物人互我吼。但是你若去查迄个白话字的文献馆，迄个白字资料库，应该有，你查看觅啊，看出对，应该有。我即马查看觅啊，咱来查看觅。因为我看是200几页啊，200几页啊，因为有当时啊，就是讲看迄个啥，纸本会较迄种啊，当然电子版就是咱踮遮现读现看，要查资料啥，就是拢迄种呀。迄个资料库咱袂当 search 啊，安尼我要安怎测？你是毋是有照时间啊？我会记顶高分讲清国还是日本时代？嘛是会使啦，嘿，伊有分无毋对啦。但是我即马这要安怎查？日本时代，1923年是日本时代啊，嘛无算小说，嘛无算诗，无算散文，这是要安怎查？讲差不多中啊，毋知要对对册安尼。有一个有检索查询啦吼，我查一下1923就好，1923我看嘛查得着。无，我紧，反正你安尼讲，我大约了解。因为迄个资料库啊，咧足侪资料的，啊，雄变成讲啊，雄嘛毋知要去看啥物册，你知啊？对，你可能爱查看觅看册，对无？啊，若无你就甲我这download，你会使download嘛？你甲download咧，你家己。对，我有download，我是有先甲，算讲先甲另外收起来就对啊。嘿，是嘿，好。啊，是讲问讲，迄一个来源是啥物遐？反正无影响。我袂记啥物人互我，有可能是潘科元老师迄边因咧读的时阵，无确定。潘老师嘛有金咧。嘿，是，我无确定吼，我无确定嘿。这本我袂记啊，我袂记这本对来吼。也有人破壁，咱继续读吼，也有人破壁用鸦片，做药吼。当然鸦片在做药是无毋对啦吼。也有人破壁用鸦片，当然是止疼啦，这止疼药啦吼。啊，若扫流鼻水、腹肚疼、下骨气边，这后壁是印象看无吐血吼，吐血做痢吼，逐款病若用鸦片真快好，真好用吼，无怪鸦片的这即嘛若无，踮咧西药房买着起来就拍算。OK， 吐血也使食啦吼，啊做痢，拄则咱读的病名那个，甲顺一遍吼。也有人破壁用鸦片做药，若扫就是指扫啦吼，那就是弱势吼 ，if 吼，若准扫嘿，应该是吼，应该是这毋是连做伙，若准是扫，还是流鼻水。鼻水就一般感冒啦，食鸦片这是真上重哈。腹肚疼吼，腹肚疼食当然会使做止疼药，咱都知吼。下骨也会使吼，下骨就气喘嘛吼，下骨也会使。气边吐血这个吐血就歹讲啊吼，吐血你若胃病嘛会吐血吼，气边嘛可能会吐血啊。吐血就已经足严重啊！佮食鸦片，食鸦片就是敢若止疼尔，敢要当医。
OK， 再来一个叫做做字吼，做字我相信就是可以啦，但是无确定，差一个。一般会落屎叫做做字的款吼，做第三声。我查一下词典吼 ，CHOE 第三声 ，LI 第七声。做字吼，漳州腔做字，啊，阮老泉腔做字吼，就是落屎啦。解说中文版解说最简单的，就是下字落屎，叫做做字。日文版的解说嘛是最简单的，就是ケリする、下る、落屎。OK。做字吼，落屎，所以即嘛人较罕咧讲啊吼，但是做字较好听啦，讲起来是落屎是较歹听吼，所以讲，嘿啊，你即个一个语言内底讲即 dirty words， 就是真正垃圾物件，你直接讲吼，就是不管什么语言文化啦，你直接甲迄垃圾物件摕来做直接讲，就是 dirty words。啊，做字就是较弯巧嘛吼，就是听起来就较文雅安尼。啊，这嘛是，其实咱即嘛人欠缺，所以为什么即嘛人足侪人啊？你台语足无水准啊！当然无水准啊！你就一寡无水准的人咧用呢，你明明都有水准的讲法，你袂晓的嘛，无人甲你传，无人甲你教，所以你袂晓，你袂晓讲做字，你干那讲落屎，你较讲嘛，当然是真无水准吼。是啊。OK。啊，但是有一个我到即马要想要安怎讲吼，就是目屎吼，目屎到即嘛其实个目屎吼，我白话就是目屎啦，敢若无其他讲法啦吼。OK， 逐款边若用鸦片，我伫台电视台吼，是，伊直接我来讲台电视台下早台语新闻啊，因是直接摕华文稿来读的，是，所以你讲的目屎吼，伊写做华文，伊就是。伊直接甲读眼泪。哦，眼泪。啊，毋过我就感觉，当然你即摆咧问讲，目屎敢有较文雅，还是讲较歹啊直接的讲法，我就随想到即个。我想到即个就讲，伊讲眼泪，我就坦白讲，我头一摆听眼泪的时候，强要分，你知影？我睇就是直接摕华文稿来读啦。啊，你若会晓解读台语的，就解读台语啊。啊，袂晓的，就是直接读做华语啦。啊，若即种伊认为会使直接甲汉字读做台语的，伊就安尼读啦。我就讲伊就读眼泪啊。佮要讲因迄个台啊电视台嘛，满世界拢有志工、义工，满世界去救灾、赈灾、救助嘛。啊，所以有的人真正足感动的啊。咱来讲目屎就连落嘛。要毋过伊写华文稿，伊袂写牧师啊，伊华文稿是写眼泪啊。啊，如果看到迄个华文稿眼泪，伊就直接甲读做眼泪啊。啊，所以我就讲，你直接读眼泪，我都讲你毋对啊。对啦，所以凡是现主时呐，拍眼泪即个汉字去书店内底查，毋知查到无共的看法无？我毋知影。我即马等你查吼，但是。我认为讲像即种情形，拄则你讲的情形吼，迄毋是念的人的毋对啦吼，迄是写过的人的毋对吼。你无必要。啊，伊等于讲，目前我看有咧看伊报新闻的4个台啦吼。第一是台视的下早10点的台语台。是。台视的台语下早10点，台北时间下早10点。是。过有中的，即个算水准上悬的。啊，过来就是公司台语台。等下，我歹势，我记者，你无你讲过，我随袂记哈。等。我讲拢台北的时间啦。我知嘿，你讲，继续对第一个开始讲。但是，伊可能我毋知海外看得到，我毋知。我不要紧，我有度，我会当看到嘿。150几台下早10点，一个叫做过有中，过就是过主义的过嘛，啊有就是无挂的宇宙啊。啊中就是中国的中，过有中，即个伊已经算伊有考过专业级的啊，所以当然伊
伊的迄个讲出来就加足水气啊。哦，是，嘿，啊，台语台公司台语台，嘿，台语台网络应该就看会到啊。是，下早9点，啊，中昼12点，啊，下晡3点，暗时7点。啊，因就毕竟怎讲，蒋民是摕政府的预算嘛，所以袂使伤拗啊呢。嘿，对，有伊的水准伫咧。过来就民视可能嘛有几落台啊，所以民视我看目前看到是下早7点到8点。啊，11点有当时有，当时我也袂杀着。啊，过来敢若是下晡5点。即几个时间啊，过来就是哦，拄则讲的迄个是公司台语台嘛，吼。啊，若公司台就是原来公司台是6点半到7点，暗时6点半到7点，伊嘛是报台语。啊，这算讲一两三台吼，就是水准愈来愈低啦。啊，你拄则讲这几台啦，对，你讲上好的就是敢若迄个过有中其他。台视的，但是过有中其他拢袂看卡的，对啦。所以坦白讲就讲，像台的迄，就是因为我自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开始算讲较有，因为我下早嘛起来时阵就做运动，啊哪听，较早进去听垃圾哦，啊尾啊到去 YouTube 就是有即种影像啊报台语，啊才发现就讲台爱电视台台爱第一台下早6点半到7点嘛有咧报台语，啊听规半年就发现讲因就是摕华文稿来咧读嘛，啊所以到顶个日后也是前2礼拜，我就写电子批互因嘛，当然先甲学了一下啦，就是讲啊恁要提供这个台语的新闻吼，算讲至少互我学到一个词嘛，迄个词就是华语叫做黑水虻。一种生做足成好心的，啊伊拢会食喷，啊然后伊迄个进前迄个卫生敢若洗下糖迄个部分吼，会使互做假的饲料，啊是讲尾啊，伊会使去做肥安尼，啊伊食迄个喷会使食足多就对啊，啊所以迄个华语叫做黑水虻，要毋过因咧报台语的时阵啊，因咧地方台就讲即个黑水虻的台语。啊，我就甲因讲，我看恁即个节目至少学到即个名词的台语啊，甲恁学到一个，感谢一个嘛，吼。啊，尾后我就甲伊附2个迄种，算讲迄个啥，一个是教育部伊有咧办迄个朗读比赛，啊，逐年拢会登稿，啊，然后台湾遮迄个新平出版社因就会将迄个稿，啊，然後寫尾去互作者講，我要甲你即個稿錄做聲音，會使無？啊，若授權互因，迄個出版社就會將教育部即個稿，然後甲伊同齊變有一個聲音檔出來。是。因為有稿有聲音，就互學校的老師去指導伊學生咧做朗讀比賽時陣有一個參考的聲音。是。為啥是參考？因為有各地方的腔口。阮宜蘭的朋友就講，啊，人阮宜蘭人就未讀即種腔口啊。是。啊，所以這就是一個參考嘛。所以我張電子會內底就甲因講啊，逐工若30分鐘去讀這個，佮聽伊讀的迄個聲音檔，一工30分鐘，一個日你就有足大的進步啊。是是。哦，啊，過來就是拄啊前一陣仔有人整理一寡要學台語的網站，我就講啊，你若要自頭學到尾，嘛有人整理一寡資料內底，對拼音對迄個啥物羅馬字、啥物字開始，甚至到後壁足儕資料的。啊，當然有可能因的電視台，你啊講主業也毋是佇遮，所以目前為止，我寫去了即1-2禮拜，聽啊佫聽袂出來講，有啥物真差無？就是講共款也是用華文稿咧報台語，甚至講迄主播吼7點就到要交下一個人的時陣，伊迄個口氣就我感覺講華語講的。鬆了一口氣，因為迄半點鐘對伊來講可能是考驗足大的，有的字詞攏讀袂出來，因平常時攏用華語咧講的，迄半點鐘袂出真正是咧大考試的啊。所以當然語言學習無遐爾簡單啦，就敢若即馬
即摆咧读的即个文章，就是讲，至少咱有材料读，啊，你要学习啥？其实我看到读用华文读台语的吼，其实我就钦佩吼，这是个要安怎讲？特技表演啦吼，这是有个口译啊，同步口译的啊，即时翻译啦吼。对我来讲，这个咱即时翻译，这是我做袂到。我讲实在，有时要叫我直接安尼翻，我就足困难的吼，因为有的词你实在是转袂过来。这是特技表演啊，所以因安尼安尼一口气规个送放送，我理解吼，会当理解伊讲迄当时。所以我拄则无听到你讲，你甲建议的是甲建议讲用写台文稿啊，会当放咱们网络顶，互大家看得到。你意思是安尼哦？无，我是毋敢建议伊安怎做，我是讲吼，我尾啊，我大概写5段的字嘛，最后一段是尾2段，我就讲吼，迄个华文稿摕来家己，也是大家事甲读做台语，伊袂自动变台语啦。嘿，对啊。毋过有相当的人会安尼认为啊。你咧书写的时阵，你是用华文稿咧写，因为你若写华文稿，绝对是华文的思想嘛。是啊，是啊。你华文思想写出来迄文章，你逐个字数甲读做台语，迄篇就变台语，变小会较咬。无啦，迄是一种直译法啦吼。你若会晓读。其他语言嘛是会当，你嘛会当安尼舞啦吼，但当然，迄是足恐怖的代志吼。我有看到华语会当直翻甲袂歹，就是台湾人俱乐部的朱麒麟，因是真正厉害。不过其他电台主持人伊若用华语的什么社论去用台语讲，伊就变讲做侪句拢是华语，因为伊无法度翻译 CPU 无够。这是正常嘛吼，正常嘛应该爱安尼啦。那有可能咱人无我毋知讲这是特技表演吼，这是无一般人做袂到的吼。其实一般人就甚至要安怎讲，像咱这种已经台语白话字读较侪吼，台语字读较侪，你叫我安尼摕一个华文稿来直接用台语念吼，我有时我嘛是做袂到吼。这毋是遮简单的代志。是讲咱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讲我所知的欧洲遐尔遮尔侪国家，所以因咧开会时阵，就是你即个国家的发言人，也是讲你的总统，你的啥物人不管，反正你去台下顶，就是讲你一定讲你国家的语言嘛。是。伊袂要求你讲共同语，讲爱讲英语袂嘛。所以因一定有一个设迄个做统一的迄个工课嘛，就讲即个语言甲目标语言要安换嘛，伊就讲啊，我听到看到的资料是，敢若变啊一个人讲话时阵，拢有8个通译淡仔咧翻啊，就是将迄人讲的话，然后翻起目标的语言嘛。佮要讲的，马克宏咧讲话讲法语，然后着人将法语翻做德语，将法语翻做英语，将法语翻做西班牙、意大利啥的，就是同齐有8个人伫遐咧将法国人讲的话翻做其他的语言。所以若算讲即个语言会使安尼做话，华语掺台语照你讲嘛会使安尼做啊。只是讲目前为止过去这50年甚至70年，伫台湾的人拢是活在一个南掺话的自然语的环境嘛。所以伊会变成讲认为讲我讲华语你就应该爱听有啊，甚至迄个主播摕华文稿来读到台语，伊嘛认为你应该听有啊。甚至搁另外一个较悲哀的代志就是，遐完全听无台语的人，搁要讲阮对面的厝边80几岁乌巴桑啊，就真正听无华语啊，伊毋捌字无读册啊，所以敢若听有台语啊。毋过以遐个人的角度伊来讲啊，遮个人早晚有一天会死了啊，对因来讲就无影响啊，变成是安尼啊。所以这是一个对咱来讲是一个悲哀的代志啊。摕华文稿吼来直接读台语吼，读台语音吼，其实是一个原来会当讲是一个足好的训练，就是训练讲你的汉字的读音要安怎读法吼。当然迄个意思大家读出来是大家无理解吼，眼泪吼，这是当然这是正确的读法嘛，这是每一个汉字的读法拢是对的。只是讲
无一定大家听有啦吼。我要讲是安尼，阮阿公伊，阮阿公是1909年出世，歹势，1909年出世吼。伊捌读过汉学啊，伊当然伊是后来是公校毕业，读过汉学啊吼，读汉学是苏林的资邦吼，所以是读汉理啊。其实伊讲伊离句其实是后来去食头路，伫个空军机场和日本人接触做的时阵才学着吼。伊讲其实伫公校学过介济啊，但是有一点就确定的，伊袂晓讲华语吼，一句都袂晓讲，无法度讲，伊嘛袂晓讲吼，听可能听有啦，淡薄仔有吼。啊 ，OK， 即嘛来问题来啊，伊看报纸伊嘛看有。看字嘛看有吼，伊看《三国演义》、看《封神榜》、《西游记》拢看有。爱安怎读的？哦，你总袂讲伊咧看的时阵，读起来拢无一个声音出来，其实是有，但是是台语的音。所有的字拢是汉字，对，就是孔子碑啦吼，孔子音啦吼。对，孔子碑对，就是拢甲读做孔子音，孔子毋是孔子音啦，汉字的本音安尼啦吼，读册音就对啦。啊，这个是对，这是足好的台语的汉字音的训练法吼。这都我是感觉你若有法度做到这种程度嘛是足厉害吼，因为我都无法度。你看对着迄个玉笔吼，疟疾迄个玉笔玉籍吼，玉边吼，我都袂晓啊，我无今日无去查迄个根本我读袂出来吼。啊，你若有法度做到安尼吼，即寡记者、即寡主播吼，台语新闻的主播，我安尼足佩服的啊。但是我看是大家拢学白念较侪啦吼。对啊。嘿，好，咱我讲到目屎，讲只呢，至少会使有资料通好读，然后搁对照会使查书典。哦，是。今仔日进前我大概都是敢若读啊，然后因为我看的是迄个做。白话字版甲汉语版的，所以我拢头一部拢读汉语版的较侪。若有兴趣啊，啥才等于看白话字版啥啦。因为我著甲印做纸本嘛，一边是白话字嘛，一边是汉语嘛。所以反正今仔日你即个有资料，我可能就是认真才甲印做纸本的，然后才看是豆啊读，还是事先读，然后有时间就起来做伙读啊。是。读白话字会当做伙读是真好诶，真趣味诶代志。还是真趣味，而且吼较袂第一点袂爱困啦吼。你若直接安尼看，可能爱困啦吼。第二点袂读甲足艰苦，因为有时啊你诶音有内底有一寡音实在是毋知你讲啥吼。啊，大家斗阵读会当有时会当互相提醒。比如讲，我知影文笔对我来讲是素常诶事，但是对你来讲是捌听过吼。所以你著。真紧就直接就学着。我叫做联想着。对啊，大家读有即个好处吼。我逐礼拜我原来含一个学生囡仔斗阵咧读吼。阮即摆咧读的是，阮读2本吼，一本是出师线，一本是出师线是小说吼，另外一本是。出师线我敢若读过李庆华教授改做汉语版。好。另外我是读。另外一本是《十项关键》吼，阮《十项关键》已经读到第9项了吼，所以差不多要刷。阮嘛有讲起讲《十项关键》读刷，要来读这本。还是你讲啥呢？你讲什么关键？我解释。10项关键蔡培慧。蔡培慧，10项关键。1995年家己出的。这我嘛是头一部读汉语版。阮拢是读白话字版啦吼。阮读的方法嘛是像我拄则安尼。阮嘛是安尼读，共款就是安尼咧读，就是我含伊嘛是安尼咧读吼，一字读，一个词读，若有拄着袂晓诶，随查字典，随查词典。我毋是教人，我嘛袂晓，无遮厉害吼。我所有诶词，我拢是对台语大词典学来，对找台语内底学来吼。我含伊拢是安尼，阮毋是啥物教人，阮拢是对，阮上教诶是台语大词典，阮拢对台语大词典学来吼。今仔日足欢喜哦，其实我差不多要结束吼。我讲咱大家对，第三页头仔遮嘛吼，讲到即个各种疾病吼，做字吼，逐款病若用阿片真快好吼。咱就读到遮不要紧啦吼。
后咧，我可能后礼拜，或者是我什么拍摄？哦，你讲什么连接？十项关键哦。唔是啦，我是讲有录音，电脑录音有连接。哦，我在想回零机。哦，好。处理也款，应该是等咧处理。我无啦，我用那，我用这个，唔是那，我用 Zoom 的录影啦，吼，应该应完啦。我甲用 Zoom 甲录起来，等下我甲 save 起来，我看要 upload 去，我应该甲 upload 去 YouTube 啦，吼，等下你YouTube 看，我那有影像，但是我一直袂记得share，我的 screen， 唔知看会到袂？我看伊即嘛是个，人法度看会到我的 screen 上好，因为我拢有甲迄个，我拢有甲迄个。拄则你早即个物件拢伫 screen 顶头看会到嘛吼，包括迄个，对，包括，所以恁会使去看吼。今仔日读到遮我主要要讲的是讲，我后一回当时我歹讲啦吼，一般礼拜四我较闲吼，礼拜四较闲，对我来讲，我是台湾的时间的暗时你即摆已经遐要半暝12点要到啊吼，歹势吼，所以咱到遮若讲。平常时我若有机会开，我就欢迎大家来斗阵读。若无就是礼拜四吼，就是台湾时间暗时即当阵吼，我对差8点9点开始吼，我袂记我是对当时开始的吼。咱已经读要2点钟啊吼，安尼咱今日到遮感谢2位喊我斗阵来读书吼，好，安尼好，晚安吼，大家平安，晚安，好。好，安尼再见吼，我甲停起来。再会，好，拜拜。好。